嚟嘉賓啊，九龍城區議員張景勛，早晨。早晨啊，小樂文，早晨。對於疏通九龍東又好，或者九龍中又好，嗰個交通量喺中九龍繞道，你覺得嗰個發揮嘅作用，預期會係點樣呢？我哋都同居民啦，同埋啲我哋嘅同事都認為咧，其實開通咗之後咧，其實對於特別係東九龍啦、啟德呢一邊咧、九龍灣、觀塘呢邊，其實嗰個嘅疏通嘅作用都頗大嘅。咁首先我第一樣嘢會會預示到咧，喺我哋喺啟德體育園一啲大型嘅盛事活動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作咗一個幾好嘅效果啦。咁首先嗰個嘅車流嗰邊咧，其實係減少，亦都係令到學校啊、路段啊、設施周邊嘅安全都會比較好嘅。咁同埋喺大型活動嘅時候更加容易管理，因為喺繞道裏邊咧，其實提供咗一啲好好嘅路線啦，亦都可以減輕咗嚟緊當我有比賽、演唱會散場嘅時候嘅壓力。係咁，不過我諗喺10月21號嘅時候開通咧，要 remind 翻，喺駕駛人士咧，其實喺後邊嘅一個九龍灣段隧道未開通之前咧，咁預計可能九龍灣段嘅隧道咧，就應該係喺2026年嘅年中通車，咁喺通車之前咧，都仲係咧未去收費嘅，咁所以其實都可以善用呢個嘅隧道咧，去試一試嗰個效果係點樣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喺嗰個段落裏邊，其實駕駛人士咧，其實都要留意嘅。其實喺嗰個交通安排之下咧，咁喺呢個嘅啟福道東行向觀塘方向嗰度咧，其實係改為咗雙白線嘅。咁但係呢個就屬於個臨時嘅性質啦。咁所以喺預計喺個九龍灣段2026年中通車後咧，就會回復翻原狀咁樣嘅。你自己譬如嚟緊今個月通車，同埋去到出年全線係通車呢一個中九龍繞道啦。對於譬如喺九龍灣啦，或者啟德發展區一帶嗰個交通有啲乜嘢唔同嘅分別咧？同而家比嘅話？首先係對於駕駛人士一定係幾好嘅一個選擇啦。咁係講緊喺嗰個油麻地段嘅隧道裏邊咧，其實係講緊係全速可以時速去到80公里啦。咁其實喺5分鐘嘅時段裏邊就可以完成噶啦。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啟德，不論係啟德體育園嗰邊啦，或者係郵輪碼頭嗰個方向咧，向呢一個嘅油麻地嘅隧道出發，去翻一個目的，譬如話可能去西九龍啊、大角咀、油麻地或者西區海底隧道嗰個範圍咧，其實嗰個道路比較暢通，因為始終裏邊係冇燈嘅一個範圍。其實我哋近期都去喺附近都睇過，見到佢哋嗰啲嘅路時嘅車路嘅標示咧，其實都準備得好好。咁當然亦都可以留意下咧，嗰個路政署裏邊其實都有一啲駕駛嘅短片，即係模擬虛擬嘅駕駛短片，同埋一啲駕駛指南嘅。咁其實都好清楚講到你行邊條路去邊一度，咁同埋都非常清晰。咁亦都係我哋預示其實都係好容易減輕到一啲交通嘅負荷啦，舒緩到嘅交通擠塞，特別係有利於黃大仙區啦、何文田區同九龍城區同埋啟德區等等嘅居民嘅。區內居民咧，佢哋嘅意見又係點啊？對於中九龍繞道有冇啲乜嘢即係反映過啲咩意見或者期望係點樣嘅？當然我諗最重要就係而家其實都唔係整條全線通車啦。咁去到2026年中嘅時候咧，九龍灣段即係所講嘅天怡珠港路同埋茶果嶺隧道嗰邊，咁整個6號幹線嘅中間段落咧，都其實係會通晒。咁所以其實有利於其實除咗我哋啟德嘅居民或者係觀塘、九龍灣嘅居民之外咧，其實都有利於將來咧將軍澳啊，同埋新界西嗰邊嘅居民咧出入嘅。咁整條隧道可以令到有利於我哋之外咧，其實其他區嘅居民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去到九龍灣、觀塘，甚至乎我哋講緊我哋啟德區去睇翻我哋可能去體育園啦，或者我哋啟德等等東九龍等等嘅設施，其實都有利呢個幫助。不過琴日我哋都自己都有去留意到，因為都要準備下啦。即係我講緊嚟緊星期日就會係開通嘅時候，咁對駕駛人士特別可能除咗我哋自己揸車之外咧，咁
的士司機咧，佢哋會唔會熟落呢條路咧？咁我見到有兩個 Apps，我哋平時揸車好常用嘅，一個就係 Google Map 啦，一個咧就係一個高德地圖。我見到原來高德地圖咧，其實都已經有即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等等嘅線路都幾清晰標示到。咁我所以件事其實最緊要即係我哋駕駛人士之外咧，的士司機即係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即係了解到條路係點樣行。係咁啊！不過都除咗駕駛人士之外啦，咁亦都有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嘅承辦商，包括九巴、城巴，其實佢哋都準備咗一啲線路啦。咁九巴有7條啦，咁啊有2條係新嘅。咁城巴其實都有一條幾值得留意嘅，咁就係一個即係城巴機場快線 A28X 啦。咁啊連接緊呢個將軍澳機場同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咁其實即係加埋呢啲嘅新嘅一啲嘅線路嘅時候咧，往後如果即係不論係啟德區、觀塘、九龍灣都好，可以即係有利於返工返學、返工放工嘅一啲嘅新嘅巴士線路咧。咁除咗港鐵，其實港鐵都已經好完善㗎啦。咁但係始終多啲巴士線咧，其實對於可能居民或者市民佢哋出入咧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便利嘅。兩樣嘢啦，頭先提到，譬如起碼係初期頭先都話啲指示都清晰嘅，或者其他譬如的士司機啊，佢哋可能都要睇程式，咁佢哋嗰啲程式係咪有配合到咧？等等咁，整體嚟講，你覺得仲有啲乜嘢配合，可能都要確保初開嗰陣唔好有太多唔熟悉或者混亂嘅情況出現喎。咁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咁另外頭先你講巴士線嗰度，即係可能再闊啲話多啲巴士線行更加便利居民啦。咁除咗而家現有嗰啲線，仲有冇啲喺區議會內，或者你覺得都應該係行經呢個日後開通嘅中九龍繞道嘅一啲巴士線係行嘅咧？咁因為始終我哋我就唔係入去睇啦，咁我哋喺即係出邊去睇一睇嗰個東邊嘅出入口嗰個位置。咁初段離遠望到其實啲標示係有嘅，咁亦都睇到一啲虛擬嘅片段。其實每一個出入位即係。就算你唔係用 Apps 去睇嘅，可能你係即係揸車睇呢個路牌嘅時候，其實我相信根據佢個短片咧，其實都非常清晰。咁不過可能喺啲出入口位嗰度咧，其實可能係即係我都見到一啲數碼嘅指示屏嘅，係啊。咁我相信其實我睇落其實都幾足夠嘅。不過始終可能新嘅駕駛人士去唔係好熟悉啟德區嘅，可能你要揾呢個位嘅時候，可能。要少少先作個少少了解嘅先，係啦。咁但係我相信喺呢1年度啦，即係暫時都仲係未收費嘅情況之下，其實我諗都可以一個足夠嘅時間俾駕駛人士去熟習嘅。咁如果係講緊巴士線上面，咁當然而家有即係九巴同城巴都有一啲新嘅配合，但係如果往後可能有其他嘅線路嘅，係啦，咁都可以善用到呢個嘅即係油麻地段嘅一個隧道係更加好，因為始終佢由30分鐘可以係縮短到5分鐘。雖然將來有機會可以俾8分，但係我相信好多駕駛人士，特別係我哋即係啟德區啦，同埋講緊郵輪碼頭區嘅一啲新嘅住客、新嘅居民咧，其實佢哋本身嗰邊嘅交通咧未係最完善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原來喺屋企即係啟德郵輪碼頭個跑道區嘅屋企嗰邊，原來可以咁方便，可以出到去即係油麻地方向等等嘅西邊嘅方向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誘因去搬入嚟啟德去住。有冇留意到一啲議員都提到話，即係繞道油麻地個出入口咧就近西隧，咁九龍東嘅車咧，其實日後或許咧就會即係唔行東隧啦，改係用呢個西隧過海嘅。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加劇咗西隧繁忙時間嗰個擠塞問題咧？咁有冇都留意呢個情況，或者你關唔關注呢方面？我覺得喺如果駕駛人士嘅習慣，即係例如我咁樣啦，咁其實都會睇一睇即係。每一個時段，譬如我哋開一個 Apps，知道邊一度係比較擠塞嘅時候咧，會選擇去邊個地方。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好趕時間，或者可能真係好想快少少到達目的地嘅話咧，其實當然一定會揀啲即係更加短嘅甚至乎更加方便嘅路途去行嘅。咁即係頭先都有講到裏邊嘅
時速其實係去到80嘅，即係喺個5分鐘裏邊，其實都應該係一個幾順暢嘅路程，冇交通燈嘅情況之下去行駛嘅時候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即係對駕駛人士啦，同埋對交通工具其實都幾便利。咁所以其實都好容易遇到你嘅時間，因為如果用翻原先其他嘅道路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會好容易有一啲擠塞嘅交通預視唔到嘅情況。咁但係反而如果咁樣去用呢條路嘅時候咧，可能你到達目的地嘅時候咧就更加準時。即係唔會怕，因為就係咁吸引，咁所以個行晒呢條路，咁就原本一啲東隧嗰啲都行咗去西隧，令到西隧又再逼咗咁，呢個就冇話擔心呢一樣嘅。我諗喺而家暫時未去收費嘅情況之下，會唔會有呢個可能咧？咁真係要即係做一個咁樣嘅試驗先知道。咁但係如果往後其實你去有收費嘅狀況，咁啊都講緊可能係2026年中之後就可能有機會收翻8蚊嘅時候，咁其實當要收錢嘅時候咧，雖然都唔係一個幾貴嘅價錢啦，係啊，咁亦都快咗好多。咁但係到時駕駛人士其實都會選擇究竟邊一條路先係最適合嘅。OK， 好啊，唔該晒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建勳咧係九龍城區議員。